来，这个俄罗斯攻打着乌克兰，引起着国际制裁。香港的国泰航空拄则来宣布，无要搁安排航班飞到俄罗斯。也毋过，这个国泰航空并无讲原因，并无讲这是制裁。即摆伫乌克兰有俄罗斯的占领区，民众是包围着市政府大楼，结果俄罗斯是发射着催泪弹。要来赶人，即摆上新的状况，要请国际中心的记者方子琪讲互咱知。子琪，请讲。无错，拄则香港的国泰航空拄则是宣布，无要搁安排任何要飞到俄罗斯的航班。因搁表示，经过伊的确认，即嘛是并无任何要来飞到遮的飞行机哦。毋过，伊讲即个决定，敢毋是一个制裁呢？即嘛，即个香港的国泰航空是无讲互清楚。阮知影即嘛伫中国大部分的航空公司，大部分犹阁是继续要飞往这个俄罗斯的当地。拄则即个利维夫市政府嘛宣布讲，因遮中国伫乌克兰的大使是挂保证讲，中国是永远袂攻击乌克兰。即马伫乌克兰当地时间是早时的10点，伫17号之间是来到第22天，正式毛三礼拜要进入第17个礼拜咯。即马即个俄罗斯的军队是封翕着头一摆来弹催泪弹，就是要来赶走即个俄罗斯占领区内底抗议的民众。原来伫东部一个城市咧，即个俄罗斯的军队是掠走因的市长，甲2个即个官员是关伫咧市政府大楼内底，遮的民众就非常的生气，是想将要来包围，要来逼这俄军放人。想要到这个俄军是决定要来用催泪弹来赶人，但是这群民众是并无放弃，继续伫遮是拿手歌拿话声，最后这个俄军是挡袂了，就宣布要来放人咯。根据这个美国的情报机关的统计，上无即马俄军嘛有7000个俄罗斯的军人是死亡的，这个数字是超过美军20年来伫伊拉克、阿富汗战死的人数。因安呢，美国就发现讲，即马俄罗斯的军队士气是愈来愈歹，即马嘛有愈来愈侪这个乌克兰当地记者是互乌军拍死，亲像拄则报道内底所讲，嘛有人是挑工要来开枪，就是要来阻挡遮的记者来报道事实。即马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来送出这个几来千、几来万的防队衫甲安全帽，尤其就是要送互这个上危险、就要来撤离的地区。好，以上是这个乌克兰的上新消息，时间就交互伫台北的友婷主播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